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2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7000万交保，检方控告成功。高庭法院认为有可能串口径发回警审，下暗6点开机压庭。美国纽奥良恐怖攻击，15个人死亡，另外拉斯维加斯一台车凶爆炸，1个人死亡，怀疑嘛是恐怖攻击。高雄科技大学考试卷甲教材出现中文简体字，甚至有老师的美食印中国台湾省，引起争议。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昨请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无前第2届交保，不过昨暗检方又搁控告成功。高庭法院认为4个被告可能会串口径，所以撤销交保的裁定，发回警审，下暗6点会开第3届的羁押庭。北检就提出抗告了，会不会担心？牵涉建华城背后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示，外界直咧注意北检第2遍提控告，其中声明讲郭文哲等人交保计划恐也影响重要证人的定数，像蔡壁如改变讲法就是其中一例。当真相还在穿血的时候，这个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检调又要提抗告，那在侦查这件事情，我想我就不多发言。北院裁定4个人增加保释金、挂电子卡条，除了日常生活加工作所必须以外，禁止接触公案被告加证人。高院昨8点外撤销原裁定，发回经裁。依照即卖科技发达，会当用网络秘密通讯，稳备性正悬，无容易发觉的实况来判断。郭文哲等4个人保释在外了，才容易用通讯软体进行稳备通讯，甲共犯或者是证人交传。北院无具体说明防止交传的方法。民众党对高院发回经裁表示痛心加不解，认为郭文哲已经提悬保释金到史无前例7000万，并且执行科技设备监控，到底有甚么搁再被羁押的理由？将会全力支持郭文哲捍卫伊的清白。因那北院是按算伫今仔日传唤被告开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郭文哲是即交予黄国昌代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宣布要设立司法正义小组支持郭文哲，防止检察官乱用权力。这一次抗告会有信心吗？如果保释金再提高，有办法吗？面对提问，敢若吐一声大气就上车。国泰牵涉建华城案件，检方称，佫一摆提控告成功，是党主席假日，国泰透早就到律师事务所。那有讨论今天晚上你们要什么攻防吗？对这次有信心吗？小心！不是准备好晚上策略了吗？不好意思。点外钟了后，国泰行出事务所共款部讲会，了后去台新竹分院探望伊的爸爸。暗过台北地院按算暗时6点开第3摆羁押庭，4个被告爱伫11点报到。今天是不是要赶回去？黄国昌早起第1摆用代理党主席的身份主持民众党早起7点半的晨会，会后宣布会设立司法正义工作小组。借由成立这一个司法正义的工作小组，还不仅仅是在声援我们柯文哲主席，我们要防止未来的台湾的司法程序可以被政治力所介入、操作左右。郭文哲请示民众党党主席拜托支持者唔通引起退党潮，结果放下民众党出现入党潮，结果互线顶的系统成过把。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证实，昨下晡甲今仔日总共入党3000人。黄国昌表达感谢，外界也关心民众党主席改选的时间。尽量在2月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中间有适逢农历年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些期程跟需要过年的这些时间，会把这些因素考量在内。对民进党议员简书培这期关提提议参加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议，是公然违法交保的附带条件。甲外案证人共施工会亲像串证大会，黄国昌反驳，北院裁定正明确，工作正常接触无伫限制范围。昨的会议也全程录影。公司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天因为东北季风，天气有较凉。早起6点40分，玉山有落白沙仔，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后礼拜1会搁再反寒，北部温度上低是无到10度。
一片白茫茫的风景，边甲涂骹甲机器拢砍掉的。拜四早起4:45，玉山气象站气温落到2.3度。然后6:40开始落雨加冰沙啊。气象署指出，拜四拜五这2天，全台湾因为东北季风豆豆变强，各地温度嘛会搁再降低。平常这2天若要看雪，往中部以北的高山，温度较低，水汽较有够，较有机会通看到雪。今明2天，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高山是有机会下雪的。对，然后未来1周持续都是比较冷的，虽然水汽可能明天之后就逐渐转干，但是我们预估在高山区域都是比较容易会有结冰的现象发生。气象署表示，拜四拜五拢确实较冷，北部、宜兰、马祖上冷落到12度。若拜6礼拜东北季风减弱，会小可回温，但是要注意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不过，民众就要注意，过来后礼拜1开始冷气团落南，台湾各地头会搁再反寒，估计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那部分在山区、近山区，或者是比较山谷的地方，或是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左右的低温，这是有可能的。那我们预估大概北部有可能是有机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的。气象署讲，后礼拜1到拜5拢会受大陆冷气团急速的冷空气影响，冷的时间会比这礼拜更较长。加在这段时间水汽较少、较大冷。不过气象署也是提醒民众爱穿好少，莫寒着。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因为美国股市2024年封关的时收乌，台股2025年第1个交易日早盘开价落到23000点以下。台股开红盘落203点，收伫咧22832点。我到的时阵，台股落超过200点，落到23000以下。台积电落10块，落尾收伫咧1065块。其他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和力旺等等，嘛拢吹落去。整体电子类股指数是落超过1%。咱台湾的工时比日本、韩国搁较长，国定假日嘛比人搁较少。今仔日就有劳工团体去立法院抗议，要求政府爱修法推动7天的国定假日。若朝野3大党的立委意见拢无共款，嘛无回应劳团的诉求。2029年第2天，初二劳工团体甲几百位的劳基，为着要争取过去因为一个日休，互政府摕掉的7天国定假日。台湾原本有19天的国定假日，后来剩12天尔，而且台湾的工时佫比韩国、日本等等的国家佫较悬，因要求3大党出面回应恢复国定假日7天的诉求。国定假日呢，以前19天，我们降到现在12天。另外呢，韩国呢？15天，日本呢？16天。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工时？难道我们的劳工是奴隶吗？劳团嘛解说讲，想要恢复7天假日，毋是过去因为一个日休实施，互政府摕掉迄7天，是诉求对台湾民主族群劳工权益有重要意义的责任，包括戒严纪念日、原住民纪念日、教师节等等的7天。劳团表示，这国定假日毋是为着要放假才放假，针对恢复国定假日的问题，3党拢有派立委出来回应。我们的党主席朱立伦主席上个礼拜在中常会已经非常清楚讲，我们的12月25号的行宪纪念日要放假，这个是侯友宜选总统时候的政见。劳动节、教师节变成我们国家的国定假日，要从最大需求者来去思考，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都有长辈，每个家里都有的下一代。那我们请我们的委员在上面写“延役”2个字，好不好？你就写“延役”2个字给我们的劳工朋友看。7天的国定假日要增加多几天，要以什么名义来放假？3党立委拢有无共的意见。不过，这寡回应拢无法度达成劳团的诉求，嘛引起台下的劳工朋友不满。伊嘛要求3大党的立委爱赶紧甲国定假日排案送入去立法院，莫开空头支票。记者陈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新竹市警察局统计，去年9月到11月诈骗案件，发现有要约17%受害者拢伫咧科技公司上班，而且因为科技业的薪水较悬，平均一案损失拢是480万起跳。警
警方手提工具破门，入去房间了，随甲人压伫面床顶，因为伊是诈欺集团的成员，专门找新竹科行区上班的民众做诈骗的目标。他们还以朋友的名义寄售一只全新的 iPhone 14手机给我，他们都有教导我不要跟行员说是投资股票跟贷款，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过，要说是付工程款，比较不会被起疑。在多次的汇款跟面交的过程中，先后我投入了新台币约1100多万。根据新竹市警察局的观察，科技人员渐渐成为诈骗集团拐骗的目标。因为根据统计，9月至11月，新竹市1363件诈骗案当中，有228件被害者拢是伫科技产业食头路，互人诈骗的金额有1亿8000多万，平均一件就超过480万。警方认为，因为科技业的薪水较悬，平常时生活也较单纯。以同样这个科技业被害的状况，那新竹市的科技业，它是全国平均科技业被诈骗的2.4倍。以往受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假投资。但是假投资，它在前一段会遇到假交友的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结合式、复合式的这种诈骗行为。警方宣传反诈骗，现场也邀请科技产业加入预防诈骗团队。科技公司也答应会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训练，增加员工防诈骗的知识，唔通互人骗去。不管电信单位或者是金融单位呢，他们已经被利用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那这中间呢，怎么样有技巧的能够找出一些异常的现象？警方表示，人人拢需要提升防诈骗的知识，这跟年会职业学历无关系，因为诈骗集团的部署直变，要透过政府、民间企业以及社会互相合作，才当降低民众受害的风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个月底就要过年啊，真侪人一直网络交关买物件，不过千万要注意诈骗的问题。唔来详细看店家敢有老实，收到包裹嘛就要斟酌检查。到底有啥物诈骗的出头，咱来了解，佮有啥物方法保护家己权益呢？今仔日解破新闻，莫阁骗啊！咱就请尚莹来甲咱细分明。尚莹，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诈骗的出头有影是百款，安怎都拢抓袂离。咱先来关心警政署的统计，去年12月这受理的就有17766件，另外呢损失的是有124亿3543.3万。涨多是元旦，也毋过这诈骗共款是无休困的。通报受理的是有331件，损失3亿1580.6万。而且呢，对这受骗的案件甲看起来，其实每10万人当中，上侪就是来自新竹市。新竹市的警察局因即马是表示讲咧，即寡受骗的主要就是科技产业人士，亲像有科技公司的员工，伊是收到诈骗犯所寄来的手机啊，当作是礼物，伊掠准就是朋友所寄来，所以用新的手机啊，甲人去联络做投资，电脑去互人变千外万去。要提醒大家，即马拄好是岁末年终的时阵，大家会想要送一寡年节礼物去互别人，也因为即马呢，伫咧网络订物件是真利便，所以即马咧诈骗的包裹也愈来愈侪啊。先带大家来看2种主要的诈骗的手法。这诈骗犯因是会随机甲寄即个手机啊的简讯，甲你通知讲物件到位啊，爱付钱啊。有几个人呢，因为这线顶的订单实在伤过济张，所以已经袂记得到底是倒一件，转戆去付钱，结果转来一个拍开，才知影讲原来根本都毋捌买过这项物件。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即马有足侪高质业的广告，亲像咱图片所看到的，因是会用真水的图、甲真详的介绍来成立，互你欢欢喜喜落定去付款。结果收到的时阵，才知影讲这内底的物件，甲订单里的是完全无相像的。刑事局就提醒大家讲，即寡包裹的诈骗，一般来讲是有几项特色，包括着因是无公司的电话甲住址，完全拢是靠信息拍你来联络。另外广告的时阵，步
边拢会讲到物件到遮付钱，而且限时优惠，也阁有无介意你也通退货。另外呢，就是因这网络的广告有影是真疗效，而且这人客评价有真侪拢是用中国的用词。提醒民众，若准拄到这几项，就要注意，可能就是假的。万不以这钱已经付啊，物件嘛拍开啊，就会当赶紧甲去联络这个送货的人，也是讲甲这个货当去摕去领货的超商来申请退货甲退钱，也一定爱卡这个诈骗专线165来通报，互警方会当赶紧去抓人。这个撇步千万都要会记得，真正是莫搁骗啊！咱即马大家现场交等你好主播。好，咱感谢上映，继续来关心诈骗的消息。找头路一定爱斟酌，尤其地点伫咧国外是搁较爱细致。来看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者，去年耶诞节去泰国表演，却失去联络。因老爸讲后生有打电话来，爱拿美金3万块，才会当互放出来。手机定位发现人伫咧泰国甲缅甸的边境，怀疑是互带去诈骗园区。人火棍观众是看甲目睭美丽，目再去搁放大招。最内底吐出煤油，成功完成混会。伊是火舞表演者小鬼，即马去泰国工作，雄雄失去消息。最后一通电话是靠互亲人求救。他的口气就是说啊，爸，出大事了啊，我被逮了啊，我被绑架了，然后需要3万块。那我就问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不能讲。他就跟我讲，就是说他是前一天就是红眼航班的飞机，然后到了曼谷。接到小鬼的求助，爱付3万美金才能得到自由。真人是真机巧，透过手机定位发现囡仔已经伫泰缅边境，怀疑落入海外救济陷阱，被带去诈骗园区。还原案件发生的经过，伊的亲人透露，就是看这个大文有出国表演的机会，小鬼就去应征。去年圣诞节出境了后，讲好到泰国表演，暗过就安尼看无人影。他到底是不是被骗招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待商榷。目前的话，确实是有收到，就是说他必须要有赔付才能够出来。这一个部分的话，确实现在是非常非常新的，过去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广告。海外求职骗局一直拢无停过，全球反诈骗组织卡索也讲，不法集团惊是讲去泰国工作，就是要减少被害者的戒心。刑事局证实，专案已经由辖区的分局继续侦办，而且提醒国人去海外工作，依然爱提高警觉。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台中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南投租一间粉胶度假铁厝，伫内底做毒品，想要用鸟仔屎臭味来暗卡。警方接到通报，去年底抓到2个嫌犯，查扣140包的毒品加味包。案件掀开大片垃圾风暴，发现大批疑似用来制毒的物件，最近嘛对着这只废弃的车辆详细来搜索。手搁插落就已经扭起来了。好像有一根可以拉的，案件开了一番功夫，才将车辆抛开。嘛伫车内底发现大批已经装好的毒品加味包，还佫用来混合的果汁粉、分装袋、果汁粉，还真的有。警方敲出140包已经分装好的豆加味包，以及当日装添的半成品加外包装。台中市刑大去年中旬接到线报，杨姓男子伫南投鱼池做下这处粉胶人的铁皮工寮，长期跟监收索了后确认，这就是嫌犯的制毒工厂。经过长期搜证，于日前执行搜索行动，在南投县鱼池乡的鸽舍旁空地窖室内查获毒品咖啡包、搅拌棒漏斗、滤网果汁粉、棒称封口机等相关分装器具。警方表示，杨氏男子甲另外一个嫌犯用卡西酮类的毒品混合果汁粉来制作毒品加味包，为了暗藏真歹闻的气味，特别选定有粉胶人爱的工寮。附近的民众向警方表示，有捌看过嫌犯想要训练粉胶，不过粉胶煞走了。这道行为嘛对你避空。利用这鸽舍的那个鸽子训练借以掩人耳目。经了解，这个犯嫌是利用通讯软体在进行网络贩售。警方将2个嫌犯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2个嫌犯目前拢得到交保。毒品的流向，警方伫追查当中。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台北市大巨蛋去年12月有办几那场演唱会，附近就居民反映讲，这演唱会咧闹热的时阵，厝体嘛会对咧摇对咧嗨。
另外，台北市有文资委员讲，因为大巨蛋演唱会，在市场古迹松山演唱有摒面立芳砖仔落落来。查宾一直在海吊顶嘛，一直摇。这毋是第一档，是台北大巨蛋阿妹跨年演唱会在唱歌的时阵，四颗地下居民因出动技术，因为演唱会一直在震动和海来海去。电力都已经摇到不能进去，不敢进去坐。有时候一摇可能摇个10多分钟啊。不过大巨蛋开演唱会，影响的恐惊唔那是生活环境。台北市文资委员詹添全讲，大巨蛋边仔的市场古迹松山分厂，结果表面的壁棚是愈来愈大，以后有市府爱重视。元旦假期在松烟古迹区可以看到游客是人来人往，不过在这个装置艺术后面的这一栋建筑物，在去年4月发生地震的时候出现了2道裂缝，不过最近疑似这个裂缝的缝隙越来越大。没想到我们松烟现在受到大巨蛋的影响这么严重，而且破天在起，这个裂缝开墙壁的那个壁砖也都被震到开裂掉下来。文资委员刘宗德嘛建议讲，未来若是震动的活动，就不应该伫大巨蛋出租的范围内，应该回归体育活动。文化局最近会找体育局和万雄公司这单位来办理现场的会勘。因噎废食的感觉，大巨蛋反正它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些活动，更好的配套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对于未来松烟古迹建筑的冲击，规划未来的修复工程的重点的补强措施。结果技术认为讲，大巨蛋在设计的时阵考虑到强震的问题，有乌侵地下站来降低影响，但其实强震无亲像地动遐尼严重，主因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地形。大鸡蛋或者小鸡蛋上面所产生的一个震动有没有？对土壤有没有？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共振。市务卿认为讲，强震的问题和上分古迹损害之间的关系，佫需要观察。松山文创园区是表示讲，大巨蛋办演唱会时阵有定期巡场，有当时会看到茶汤震动，但是初步确认对古迹建筑无影响。接落来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2025年的第一天，美国发生恐怖攻击案。伫咧纽奥良有一个42岁查甫人皮车乌白弄，造成15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落尾是去互警察开枪打死。警方搁伫伊的车顶找到恐怖组织 ISIS 基业，搁有爆炸装置，而且可能有共犯。落尾有几多人倒伫咧涂骹，规身躯拢全毁。纽奥良正正入2005年3点外钟，就发生超工赛车弄规定人的案件，造成重大死伤。有人被弄背起来了，搁摔喺涂骹；有人伫现场做心肺复苏术。受伤的包括警察甲乔治亚大学学生。Sound of crunching metal and bodies. 警方伫凶险的车内找到恐怖攻击的敏感证物，确定嫌犯是42岁来自德州的查甫人贾巴，伊是美国公民，超工开车向规定人的所在弄过去，搁落车开枪，互警方开枪拍死。He was driving a Ford pickup truck, which appears to be rented. And we are working to confirm how the subject became in possession of this vehicle. Weapons and potential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were located in the subject's vehicle. Other potential IEDs were also located in the French Quarter. We do not believe that Jabbar was solely responsible. And it was very intentional behavior. This man was trying to run over as many people as he possibly could. It was not a DUI situation. 案发的地点伫咧纽奥良市法国区正有历史的旅游景点，以音乐甲酒吧有名。路易斯安那州宣布紧急状态。伫即天有全美国大学的美式足球赛季后赛铜杯伫当地举行8强赛，乔治亚大学对圣母大学的比赛将会延后一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元旦即天无平静，美国准总统 Trump 伫咧拉斯维加斯的饭店有一台特斯拉凶凶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事故原因当咧调查，无排除是恐怖攻击。有一台特斯拉挡伫咧 Trump 的饭店外口，煞凶凶爆炸烧起来，驾驶当场死亡，边有7个过路人受伤。警方伫咧车顶找到真侪烟火甲汽油罐等等。因为元旦伫咧纽奥良才拄发生攻击案，警方怀疑这2案有牵连。另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刊文讲，这车顶的爆炸物和特斯拉无关系。跨年元旦放烟火，不过烟火威力真强，就要交予专业的人来操作。若准有人放家己做的违法的烟火，可能就会受伤。来看德国首都柏林有5个人死亡，30个警察和7个消防员受伤。
德国首都柏林的历史性地标布兰登堡门迎接新年烟花表演，吸引6万多人到场欣赏。为布兰登堡门一路一直到胜利纪念碑，全长1.9公里远的街路，那亲像大型街路 party 同款闹热。社区的公园、广场、人行道也让有民众几阵人真欢喜伫咧放烟火。不过元旦这天，为了加强高危险性的，依法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操作的烟火，甚至是家己制造非法的烟火，在全国各地造成的伤亡意外嘛真济。柏林警局出动3000外的警力，上街头去执勤，一暗下来掠到将近300多人。这个过程有30个员警，一个消防员红棒受伤。是不是山区的公园内有一栋建筑物导火烧起？90个消防员无用到透早才把火控制。Wir haben an die 330 Freiheitsentziehungen, Festnahmen durchführen müssen. Es ist zu zahlreichem Beschuss gekommen, sowohl von Rettungskräften als auch von Einsatzkräften der Polizei. Und wir haben auch einen schwer verletzten Polizeibeamten, der mutmaßlich von einem illegalen Feuerwerkskörper getroffen wurde. Er ist schwer verletzt worden. 威定区2个街区元旦前一暝传出自来水管破起意外，35个消防员伫现场无用2点外钟，部分社区嘛短时间无水通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目前欧洲也有一寡国家是继续咧为罗西亚进口天然气，不过送天然气的管线会经过乌克兰，即阵拄好合约到期啊，乌克兰就宣布袂阁签约，管线要停止运作。地区莫多瓦这无天然气用进入紧急状态。安那斯洛伐克是放调要甲乌克兰报仇。落个过节的气氛，因为天然气管线停止运作，有着不安的影响。东欧小国家摩尔多瓦随即元旦开始进入60天的紧急状态，因为甲俄罗斯的债务纠纷，顶礼拜天然气供应被切断。伫咧摩国的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地区，只敢若村边甲关键基础设施有提供暖气。Россия прекратила транзит газа через Украину.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я. 伫咧俄战争开始了，欧洲在内的西方镇压国家为了要对俄国进行制裁，开始找石油、天然气的代替供应来源。小美一场运输合约到期了，乌克兰正式关闭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的管线，来做到总统泽伦斯基无国再互俄国人用乌克兰的废碳钱的宣言。I feel we're going into a crisis tha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solve at this moment, and I don't really see a way out of it, and it worries me. Price increases are one thing, but when there's no gas at all, that's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There will be no heating, no lights, so we're entering a very difficult year. 根据统计，自从2022年俄战争开始以来，欧盟已经大量降低对俄国进口天然气的比例。2021年时阵，俄国天然气占欧盟总进口中的40%，不过到2023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10%以下。这是包括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家，犹原继续向俄罗斯采买天然气。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在去年底结束闪电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了，就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的电力供应。Vždy trpí tráva. Ja si neželám, aby Slovensko bolo takouto trávou, ako to vidíme v týchto dňoch pri zastavení tranzitu plynu cez Ukrajinu, čo bude mať drastické dopady na nás všetkých v Európskej únii, len nie na Ruskú federáciu. 不过波兰讲，若斯洛伐克切断对支付的电力协作，波兰将会出面维护乌克兰出现欠电的危机。这条起一个苏联时期的天然气管线停止运作，那是俄罗斯甲乌克兰两个国家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紧张关系的延伸，也挑战东欧的能源安全，牵动欧洲的地缘政治情势。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立法院通过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予80岁以上的老人免看巴士年表，都会使请外籍看护。未来当前家庭恐惊都会找无人照顾。劳动部长洪新汉和国福部长邱泰源早起伫立法院备询表达遗憾，讲会研究对策减少冲击。立法院伫最近通过就业服务法修正案，将80岁以上免医疗机构的评估，就能请外籍的家庭看护工。赶快引起大家的注意。修法过后，那在需求端快速的增加太快
可能潜在的冲击挑战还是会很大哈。比较难照顾的病人，的确外籍移工们他们会比较不喜欢去照顾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必须要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的。劳动部长洪新汉、维护部长邱泰源，因两个人随日到立法院针对这场霸凌防治等议题进行备询。立委除了针对着维护部的霸凌案件处理，正代代变名义的性骚扰案件正关心，也对就业服务法修法了的影响正关心。免评的聘雇移工已经强制通过先问劳动部这样子的冲击是什么？供给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来源母国的限制了哈，这它不是完全可以操控在本国政府手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确实很担心哦。其实这个修法过后，会在供需上面更加的失衡。那么稀少的一个外籍过来的人力，能够用在中重度真的需要的病人身上。这是我想，我是医疗界也是必须要去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洪新汉强调，会甲卫福部讨论看安怎降低影响，尤其是安怎优先保障同情家庭的权益，因为需求若增加伤紧，会影响正大。因为跨部门合作来降低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府机关的霸凌案件表未利，伫咧行政院有3个处长涉嫌霸凌，其中2案已经立案调查，1个月内会有结果。那第3案，秘书处的处长邱义良防指控霸凌，目前是无具体证据。那防指控和下死黑白看的部分，邱义良讲毋是事实。行政院霸凌的代志也未煞，包括消费者保护处处长、公共关系处处长、秘书处处长，有3人敢若是经历这场霸凌。行政院秘书长方明兴昨日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伊讲。消保署、公关处2个案件已经立案调查。因为我们规定本来就是1个月之内一定要有初步的结果出来。当然，有特别的理由的话，可以再延1个月。不过基本上我们都希望1个月以内可以有结果出来。因那行政院秘书处处长邱义良被表讲，敢若是看察到霸凌身心障碍工友，和这个工友跪个靠，也佫被指控假下小发生不伦恋。对此方面讲讲。霸凌案的部分已经启动行政调查，访谈10几个人，并无发现具体事情。秘书处也有59个人联署说明定正案是不实的指控。邱义良也出面否认有不伦恋，希望社会予以清别。我只请教有没有他下跪痛哭求情才如愿调职这件事情？我们处长说他要下跪，我们处长说我们一起跪。我是觉得这个报载对我的家人还有同仁都造成了莫大的伤害。针对安怎强化公务人员的这场霸凌法治，方明兴讲，正通盘检视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法，也个考试院今年相关的修法，强化监督完备防护措施。另外，行政院去年12月建立这场霸凌案件通报平台，效果甲保密的作为，立委也正关心。要求就是通报平台转译的一定是保密系统。保密系统就是接触的人，他就有保密义务。我今仔去填钱，明仔载后日，我拢无来任何人讲，我家己去填钱尔。点讲明仔载后日，主管就找我。立委认为，行政院修正霸凌的个案了，应该针对全国的公务体系，说明安怎界定霸凌，并且公布霸凌的形态。对此方面讲讲，会分阶段做说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麦当劳有一个要未成年的工读生，若像去互主管性侵害，落要行地路。家属和民间团体呼吁劳动部爱检讨性暴力防治机制。劳动部表示，互性骚扰受害者协助支援的部分，是今年扩大专案劳检的重点。麦当劳做线工的少女，好亲像去互主管真侪届权势性侵，到尾也煞自杀。虽然台北市劳动局已经认定麦当劳无尽到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伫知影性骚扰的情形，应该爱采取有效纠正，也甲补救措施的责任，所以还麦当劳代票100万的罚款。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这件代志嘛是凸显大型企业伫这场性骚扰防治也甲后续的处理机制有严重缺失。
仅仅只是结果上的核备说有没有成立。那这边呼吁，希望可以把这个后续的追踪，都希望可以在这边提及，并且核备到劳动部。公关部又打了一通电话过来说，妹妹的妈妈她这边的情绪还好吗？那我们麦当劳这边想要带心理咨商师来家里做访谈，我准妹妹在的时候，你们不做这个机制。台北市律师这个工会嘛发出联合声明，表示最近少年线发生真侪职场安全，也有员工互人性骚扰这相关案件，呼吁应该把职场性骚扰甲性侵害纳入职灾保障范围。案件确立了后离职，应该当作非自愿离职。另外嘛，应该加强职场支持体系。关于申诉的机制，当然我们可以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如果可以有再优化的空间的话，当然我们愿意再做优化。特别要对于被害人可能要做协助、心理咨商等等的资源，来列为我们扩大专案劳检的这个重点的范围。劳动部回应，针对性骚扰防治，是毋是对被害人予因协助支持，会列做114年扩大专案劳检的重点范围，和性平三法相关机制会当更加落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元旦出世红牙数量是一年比一年搁较少啊。亲像台中无生病院去年元旦有7个红牙出世，今年元旦顶半部煞干那2个。看起来，这小组化的问题，要因为是2年都变较好。来到人世间，元旦早起8点33分出世的查甫婴仔重2900克，护士阿姨抱掉咧，先甲妈妈来拍招呼，要确认有健康无。欢喜迎接心肝宝贝，爸爸抱掉咧是愈看愈欢喜，不过爸爸也是希望后生生妈妈较好。像妈妈好一点啦，不要像我特调皮。位伫台中的毛性病院早就传好，亲像2包的枕头要送互伫元旦出生的这红婴仔。不过，甲去年元旦接生7个来比较，今年顶半天敢若接生2个。院方讲，今年2年恐惊出生率是增加，出生率相关的2年有超过42万的新生儿，顶一摆2年也挖近23万人，今年恐惊出生无到13万人。本来在龙年的话，都会止跌回升，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产生，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当然生不如死，这个已经没办法反转了。国内新生儿人数连续8年负成长，109年也超过16万人，不过112年已经落到13外万人。去年到11月统计，新生儿有12万2360人，那12月出生数无够多，有可能继续连续创下9年负成长。妇产科医学会指出，低出生率甲社会甲经济条件有关系，也若晚结婚甲晚结婚，这个影响也是真大。现在人都30几岁才结婚啊，受孕率跟20几岁人比起来，其实就比较低了。等于是能够受孕的能力跟时间都比以前要少1半以上。很多人就会不敢生，或者是不愿意生，7折8扣下来的，跟以前比就剩下1/3了嘛。中医台新竹妇医早起9点半进前，总共出世5个自然生产的元旦的红婴仔。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特别到病院来恭喜，院方也送这个伴手礼。毛性病院讲，未来5年新生儿人数恐惊会落到12万5千人。未来避免新生儿人数继续降低，政府需要提出有效的社福加劳工的政策，才具体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安那汤圆的部分，今年的元旦有64个红婴仔出世，其中都有1对双生仔。为着要鼓励结婚生囝，汤圆是放入生育补助。这囡仔出世进前，爸父的户口只要放伫咧汤圆满1年，就拢会使申请。影室内底，婴仔困甲正胖甜。2025年，桃园有64位元旦婴仔出世，其中1对双生仔，总共28个查甫婴仔甲36个查某婴仔。市府也有丰富的元旦贺礼，生元旦婴仔的爸爸妈妈也拢真欢喜，感觉特别有意义。第一胎很开心，很开心。还打算再生一个吗？爸爸想要，妈妈再想想。114年元旦。我们医院总共诞生了14位元旦宝宝，其中包含1位双胞胎。那去年的话是13位，大致上来讲是持平的状况。
分析桃园市新生人口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少年人移居桃园较多，加上新住民人口也在增加，桃园市富裕政策也真优先。为鼓励更较多少年家庭愿意移居桃园，佮提悬婚育的意愿，桃园佮放定生育津贴申请的条件。今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只要法定代理人一方在新生儿出生前就涉及在桃园市，幼儿出生之后也连续涉及在桃园市1年以上的，也符合我们生育津贴的情理条件。妇幼局表示，过去民众反映，因为迁入桃园了后，实习时间无达到1年的规定。虽然已经伫桃园报户口，也无法度申请生育津贴。2025年元旦开始，生育津贴补助改用累计制。父母若伫婴儿出世进前设籍桃园，每1年就应开始申请育儿津贴，希望吸引更较侪家庭来桃园住。公司记者桃园报道。幼稚教育照顾法修法规定，今年8月开始，幼稚园大班就要配1个幼教老师。不过，既然有一寡乡镇认为公所无定选教师的专业甲经验，希望县府会当协助定选，嘛要补助人事费。在教保员的带领之下，囡仔斗阵将布裹起来，各种空气试出来。东山乡立幼儿园早起上课拢会照大细活动，予囡仔叮当一下。不过幼儿教育加接国法修法了后，并定今年8月初1开始，幼儿园5岁到入小学进前班级爱配一个老师，才造成乡镇设立幼儿园的困扰。不同处就是在薪资比例的部分，就是有同工不同酬的感觉这样子。用东山乡立幼儿园做例，生活上路都爱请4个正式老师，造成教保员甲老师共工无共收问题。每年幼儿园人事费用都安尼增加300多万，造成乡公所的财政负担。乡长林俊虎也认为，公所无定选正式老师的经验甲专业。我们好几个乡镇市公所统一希望来由县政府教育处他们来统一办理。乡公所建议应该将幼儿园的大班，予有正式老师的县政府附设幼儿园来开。乡镇设立幼儿园，只收中班甲小班的学生，都应该改新法上路了后，乡镇市公所爱请正式老师带来难题。公所对于大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否要维持继续设立？那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公所这边，对于他乡镇市民的这样一个服务的需求，是否要持续提供？在东山乡宜兰市劳动镇甲苏福镇这乡镇也向县政府提出同款的诉求。县政府表示，各乡镇公所的正式老师，县政府会协助代选，也会协助争取人事费的补助。另外，乡镇设立幼儿园是不是继续开大班，由各乡镇公所看需求来决定。县政府也会将相关的意见提予教育部来反映。公司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咧推动风电国产，中钢嘛成立子公司，加入离岸风电的产业。不过，子公司到达已经了64亿啊，说落来搁要开这卖电的平台，工会就烦恼会了愈细，批评经济部甲绿电的风险拢塞予中钢。要予离岸风电产业国产化，中钢公司配合政府的政策成立子公司兴达海基，正在国内第一间动土起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的厂商。不过，中钢集团总工会讲，公司已经了64亿，因真不满是去到立法院来抗议。经济部砍杀中钢，经济部砍杀中钢，经济部应该要出来负责。甚至应该要提出具体的补救方案，而不是把这个亏损全部都交给中钢集团来承担。工会不满讲，兴达海基已经了64亿也无够，经济部阁主导中钢成立卖电的平台，台湾智慧电力公司计划统一买25吨，拢总5500亿的绿电，一度电要5块半，一路计销，连台积电都买不起。你自己推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现在就要抓这些公司来补破网。中钢有这些责任没错，但是不是你负担你政策的责任哦，尤其是跟钢铁本业无关的东西啊。工会代表去到立法院，交定情书予立委胡玉爱彻底调查。我们绝对要调查、止血跟究责。
中钢公司回应投资台湾智慧电力公司是经过评估，提报董事会决议投资，初期投资1000万协助筹备，陆续有其他的资金投入，中钢的持股最后会降到12.5%。台积电所买的绿电，中钢会当以股东的身份，用较低市场行情的价格来摕到。也若兴达海基，因为兴达港最新要运送超大风机需要的水下基础是真恶，需要转型才会当继续经营。经济部是有3点回应，讲反光股民间企业拢有意愿入股台积电，无政府来强迫，也股东会当买台积电的绿电，袂买贵俗买。最后经济部感谢中钢发起公司，未来会当调整持股的比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科技大学的水产养殖系一节课考试卷竟然出现中文简体字，某学生讲英文下稿翻译教材嘛是简体字。各有发在系老师的美食是印中国台湾省，有影食喊过。学校表示，教育部是无限定语言的版本，所以会尊重老师。不过，依然是建议爱用正体中文。动物组一学的考卷顶头全拢写简体字，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水产养殖系考卷出现简体字，让学生感觉震撼。课本是中国的课本，然后它的题目完全是从课本截取段落，然后出来让我们写。除了考卷，连课本也是简体字。学生表示，这节课平常时用中国教科书，老师各讲买册会当加分，不过也有学生讲会当接受。大陆的养殖技术比较好，比我们好很多啊，我觉得。刚一间学校应用英语系翻译教材，除了写简体字，内容多数用中国字来写，也互学生傻无脏。因为化学工程甲材料工程系一个老师的名片字纸顶头直接写中国台湾省。因为尊重每一个人思想信仰，所以你不要乱说话。老师回应讲，这是个人自由。台湾虽然无限制大学出题目的语言，不过两岸关系敏感，各立学校的考卷甲课本拢写简体字，也引发讨论。自己写考卷的时候就不能用简体字，毕竟他们对岸人多，所以资料相对是可以多的。所以如果内容没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接受的啦。在考卷引用中国教科书的这个题目哈，那本校会加强宣导，好，应该以正体中文为主。另外，本校也尊重教师课程的相关设计。面对争议，高科大回应尊重老师的课程规划，不过会建议老师用正体中文为主。也若老师的名片是个人行为，校方尊重言论自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永康的志昂基督教墓园因为市地顶过，市府要求墓园就要迁走。家属做自救会定情，希望市府会当重视这片土地文化资产价值，停止强制定位。数十位家属伫咧牧师的带领之下，以基督教方式表达诉求。永康里昂基督教墓园设伫咧1970年代，去年所收到担市政府永康里昂市地定位案，强制爱迁走。政府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是台湾宣教史上唯一啊！我们有多少的教会当时在这个地方，然后代表说一个族群的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好的这个文化的资产。这是合法的私人的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面埋葬了我们的先人，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表达我们期待政府看重这片土地的历史价值。自救会进前有提报过文字审议，委员会原本肯定有历史意义，决议列入追踪。不过，所伫咧去年12月31日又搁撤掉，讲是因为无法度以文字身份来保存，引起家属反弹，来到市政府头前陈情，望讲市府会当重视文字保存，停止强制定位。审议我们对这个结果表示，我们认为我们要继续挺进行政救济的手段，那我们要向他上级单位文化部提出诉愿，要求再行审议。尤其这个审议的过程呢，是委员的多数决，在文化资产审议的过程当中，是否是做到了相当的公正以及客观。这个墓园占地大约0.6公顷，当中是台南地区数十间的教会共同出钱来买，是合法的私人墓园。大约1400名基督徒就待伫咧遮。自救会表示，阁来依法提出诉关，甚至是行政诉讼，行行政救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寿山有真侪台湾猴，不过昨有一只猴走入去动物园乌猩猩的园区内底，煞去互乌猩猩围咧拍，不幸死亡。
民众伫咧初一的时阵到寿山动物园，险险啊去互台湾猴抢卡网，伊想要用手机记录，刷去翕到一只台湾猴无细字跋入去乌猩猩区，现场3只乌猩猩情绪激动，做伙拍台湾猴。这段影片伫咧网络顶嘛引起讨论。台湾猴是当场互拍死，动物园安打乌猩猩的情绪，初二乌猩猩区也开放，大好有真侪游客来看。志刚嘛特别强调，乌猩猩是有地域性的。它们是有领域性的动物哈，在野外哈，黑猩猩通常都是由一只很强壮的个体在领导，外来种入侵，它就会把它赶走。是头一摆发生这种代志啊，因为较早伊旧的迄个兽舍吼，伊是伫一个大笼啊安尼啊，所以无啥讲有迄个台湾狗会凊彩会入去。阮即摆设计这个吼是属于较开放的范围吼啊，所以基本上狗要伫这个电视场这个附近吼啊，伫遐咧活动是足自由的。动物园表示，乌猩猩的智商真悬，准若有外来动物入去因的领域，乌猩猩就会发动围捕。之前嘛有台湾猴入去梅花鹿区，草食的动物拄到台湾猴来扰乱，通常袂出现抢物件或者是攻击的行为，这拢是无共生物的天性。基本上就是要尊重。他来看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围栏？围栏的意思就是一个大家相互的安全距离嘛。目前动物园观察3只乌猩猩的情绪拢已经稳定，活动正常。动物园也伫咧入口的所在宣导因应台湾狗的方式，避免民众拄到台湾狗就踩惊造成意外。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台湾歌戏的国宝艺术诞生过身，接到92岁。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欧洲国家若加入新军区，互相之间就会使自由往来，边境袂管制。东欧的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申请10外档，今年元旦开始，总算是正式加入。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个内政部长，伫下年的这一暗，拢出现伫边境的检查站，恭喜这会赛车的人会当唔免落车查验证件，直接通行。Постигнахме съвместно на база на доверието и на усилията, които положихме през тези години. 这2个伫东欧的国家边境相连，大家要过境的车数量是真大棚。2个各界30个检查站，为着要检查证件，大家排队拢是排甲老长。这2个从2011年就开始申请加入新禁区。后面新冠局伫去年12月12日正式投票表决通过2个的申请案，而且决定伫2025年1月初1返点过开始实施。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007年开始都是后面的新冠局，2010年就已经有加入新禁区所谓的条件。会拖遮侪年，关键是因为奥地利甲荷兰对非法移民偷渡过境的问题有疑虑，嘛因为安尼，海空边境的新禁区为去年3月份就开始实施。陆地申请是伫咧2国甲奥地利签署协议，答应会加强边境的管制了后，才有具体的结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下半部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18度，中部地区16度到20度。南部地区18度到2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芷，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